今仔日大家会通要带大家来了解新正年真侪人拜关公。古早一句话是安尼讲：正月13关公生，14大丁平，15就是上元暝。关公有人尊称是帝君关老爷、文主公。做生意人拜关公，祈求生意兴旺；执法人员拜关公，祈求定恶之间会和同。因为关公捌挂过疗伤，代表关公会保庇信徒平安过健康。读册人拜关公，祈求交读册金榜题名400户；某人拜关公，希望保庇财运旺旺旺，大大吉财旺。今仔日带大家来到桃园威天宫，这有全世界上界悬的帝君神像，同齐来了解是安怎香火这么旺。2000年前，东汉西魏君雄分别占据，好结老毕关公甲张飞桃园三结义。今日带大家到桃园威天宫，坐信徒来拜关公，希望会当求财求兴旺。关公尽忠尽义，受世人敬重伊。桃园威天宫有目前全台湾上大的关公神像，伫全世界嘛是这尊关公上界用。官道7公尺2，神威庄严，威震如天。有人来求大吉大利，也有人来求大赚钱。刚好看到抖音在分享，然后也喜欢拜这种就很庄严的、很大众的，然后就刚好就来求个财。然后业绩方面的话，就是蛮顺的，对，然后成长3到5%左右。在别的庙也是会求一些发财金啊，说补财库这些的，对，然后没听过这个入股金的这个部分这样，所以想说来好奇来了解看看。俗语讲，我要人骑胭脂马，拄到关老爷。关公关老爷，某人尊称是帝君文主公。有人拜关公求生理兴隆，有人求保庇身体健康，消灾解厄拄业障。有信徒相信关公救伊一命，伊才无起见阎罗王。在做事的时阵吼，无细力对11楼搬落来咧，我有举一支长的兔枪卡着壁，我怎对11楼摔到10楼，无摔死，下骹拢空的，所以当时看到拢惊着。那我就是感觉讲这足奇卡，迄当阵有梦到一个梦，就是讲我3年来一直梦到同款的梦，哪会遮尔因缘奇卡？指引我来到这，而且伊梦中有甲我讲，你爱来找我。我是从事帮某的工地，那关圣帝君在这一路上给我很多的护持，对，还有鼓励，让我的工程然后很好很顺利。那他都会给我圣杯的话，我就决定可以这么做。来到威天宫，庙内清幽搁舒适，信徒来这求3宝。第一宝转运良银，保平安。威天宫地重环保，无烧香、无烧纸，嘛无烧金，用良银来代替香金甲3升。第一届请2块良银，一块留入庙内，一块早转去厝内。1年后来行愿拜拜，刷来当年就甲旧的留咧，求一块新的早转去，安尼时来运转有钱财。来到威天宫，大家当诚心向关圣帝君请2块良银了后，向关圣帝君来禀告代志。禀告煞了，大家当把其中一块良银放入去到烟字桶。另外这块良银，咱就改西香炉了后，早倒转去保平安。我们1枚就是代表了香金纸供给帝君的意思。另外1枚呢，我们过香炉带在身上，帝君护佑，让您辟邪挡煞，保平安。求到第一宝求财运保平安，到第2宝是心愿下愿书，会当把心愿写落来，希望帝君保庇来实现。为什么下愿书要用写的呢？因为有当时咱用讲袂清楚，讲第1句讲到第5句就袂记哩咱用写的就足清楚的。威天宫逐月日会办2届科仪，甲心愿下愿书用素文上宾帝君了后，才化掉。第3宝是武财神入古金，甲一般庙借发财金无共，是用跋杯来请示帝君，敢同意做咱事业的靠山，大风大雨拢唔惊。咱诚心向帝君来参拜，帝君若是同意互咱入股，同意做咱的股东，咱就会当跋5色杯。跋5色杯就咋讲？帝君要赐互咱偌济入股金。帝君吼列级是给你的入股金，要投资到你的账户里面，所以是股东关系，不是债务关系。债务关系的话，是我跟你借钱，然后呢我就负债了，对，所以我要还钱，对，然后我如果不还钱，你会来跟我要钱。
俗语讲，别人交陪是关公老爸，咱交陪是拿豆得气。若是会当得到关公投资来支持，信徒生理一定搁较热气。甲其他的庙祝发财金有差异，为天宫的古金是免还，趁钱才来互帝君食红。也毋过有一寡行业，定定是跋无杯。他是做那个消防队的，我就说，怪怪的，你这个工作如果旺的话，那是不是事故越来越多？然后他听了以后，他就莞尔一笑，说：“哦，真的，帝君是对的，我不应该求古今。”也有一些人呢，他是自己本身的工作就是可能比较不正派，对，那他也有时候也会跋无杯。俗语讲，关公不离周仓，韩信不离怪通。关公两边有关平甲周仓的服侍，大将风筝担气河，腰怀秋水宴香刀，风吹鹅鼓动山河，雷电升旗日月高，威风凛凛威气腾腾。《三国演义》故事，关公过五关斩六将，手拿青龙偃月刀。莫怪人讲袂使伫关老爷面头前人大刀，信徒相信这个关刀有神力。就是要过五关斩六将，然后帮我们披荆斩棘，然后帮我们辟邪挡煞。刀很锋利嘛，所以很多人呢都说这个只要你有用到刀的，比如说你是小吃店啊，或者是理发师啊，只要你有用到刀的，你都会拜关公。商人也要拜关公，为什么？这个刀呢，这个利就是财力。这支青龙偃月刀是为关公的故乡云霞请来，有200多年历史。俗语讲，做官无利印，做生意无利亲。为天宫特别设计给信徒蒙官印，希望做官的信徒官运亨通，事业一帆风顺。在运城的关公庙，它就是有刀楼跟印楼。他们的这个官方的人员呢，他就带着我们创办人去这个就是运城的一个，他们跟我们说是帝君，等于是人家传说那个地方是帝君家祖坟的后山，带着他去开采出来的。寿山石，然后上面就是刻汉寿亭侯。那我们摸印的含义呢，就是说让我们能够升官，让我们能够发财。为天宫的香火这么啊旺，时间倒爬算到民国50年。为天宫创办人李觉达，一个人为下港来到台北发展，拄开始骑三轮车、驶计程车，落尾向关公来下愿，保庇事业成就。正做电影演员，做导演，伫电视界确实是化水的根档，占土的叮当。我甲拜拜，讲帝君啊，保庇，你著我找到一个好头路，若会当趁真侪钱啊。我看你这间庙差不多尔，我起一间更加辉煌的。我甲拜拜了后，有几次，搁来拜就对啦。我若感觉我若跋倒，还是不如意的时候，我感觉帝君拢有伫边啊。李觉达头尾用18年的时间，用掉10亿，真无简单完成为天宫。写拄写，枪拄枪，拄啊好伫桃园忠义街，嘛拄好是代表关公桃园3结义的忠义故事。创土地中间迄个咧掘土迄个啊，行一条怎无做？伊讲啊，若落风台雨，即个地啊变3色，红色的、乌色的、白色的，啊，是还咧困梦去关公。我当啊请教帝君，是毋是我找10几年要起一个庙要兴利的迄个土地，就是即地，结果3倍。可能这一切拢是天意。2022年新历8月31日，为天宫发生大火。8、9年前，为山西运城关公祖庙请来关公、关平甲周仓，金身平安正周至。创办人想到过去，要请金身到台湾的时，嘛有料想袂到的代志。伊伫到迄个这机场遐拢总多120斤，袂当过来，等食力啦，敲进来过来这间庙，这间庙才甲帝君讲安尼要安怎拜托帝君搭下手。讲的时这边遮无偌久啊，就抓变互你过啊。李觉达是资深的演员，嘛是戏剧制作人。过去制作过侪戏，捌拄到难关歹处理，伊相信嘛是关公家斗保庇。导演敲电话甲我讲，制作明仔载柴油若无入来，我就停工，没有办法拍。没有办法拍，最少我要亏他600多万。刚好在十字路口，一个开柴油的车来问路，帝君一定会帮忙，一定会找到柴油。
有一款讲法，认为做乌的行业像乌道、地下钱庄、猫仔经诈骗集团拜关公是无效，因为关公未保庇小人甲为非三做的人，颠倒可能予关公处罚。威天宫帝君庙冒服晒孔明诸葛亮。新良言，先帝创业未半，李中道并祖，今天下三分，益州疲惫，处生危急存亡之秋也。这是诸葛先生的出师表，已经流传2000年，甲大家拢抑阁会记哩。会记哩诸葛先生的忠孝节义，嘛有真侪学生囡仔来拜伊，希望祈求智慧一切拢顺遂。孔明是做糕饼业的祖师爷，传讲伊发明孔明灯，就是咱咧讲的天灯。另外，用兵如神，智慧超人，嘛有侪学生来拜孔明先生，希望保庇高读册有功名。来到关公金银道，准备要敲响金银钟，入去到金银道，手望四方财，大发钱拢来啊！古早有一句话讲：正月13关公生，14打丁平，15是上元暝。其实正月13是关公做神的日子，真侪民众过年行村拜关公。一般咱的印象，执法人员拜关公求丁戊都间会好同，因为关公读春秋，读册人祈求功名在掌中，做生意人祈求生意兴隆，做官求官运亨通。因为关公挂骨疗伤，代表关公的保庇信徒平安和健康。一般人求帝君保庇财运旺旺旺，多大吉财旺。某人咧讲，也就神也就人，做正道行正路，众神自然会来保护。记者郭义中、张伦昌、桃园报道。